再来看彰化市有一间在地做30档的早顿店，今仔日透早呢，差不多是7点的时阵，那像因为假事发生爆炸，结果店内底物件是落甲贵四价。29岁姓洪的头家甲伊的老母拢有受伤，伊的老母呢是规身躯有30%第2度的烧烫伤，因为这个爆炸的原因还佫需要调查。 早顿店嘣一声真大声，内底物件也甲贵四价。伫彰化市凤马街的这间早顿店，20早起7点左右，那像发生瓦斯爆炸，店内仓库甲灶开物件拢动到山歪，大火山瓦斯桶火已经拍花，厝边头尾听到声嘛走出来看，个人都在玻璃喙齿，无用力摒扫。我和我舅妈在外面用东西，然后就听到爆炸声嘛，赶快先把我妈用出来的。 就赶快就再拿灭火器灭火。就2个窗仔门拢破去啊！我互伊介绍啦，我无法度，我搁介绍遐吼，我今仔我就害啊。消防队出动13台车，23个人去救火。到位时阵，火粉已经散去。早顿店的头家29岁姓洪的查甫人，脚甲手去互玻璃刮着。伊61岁老母，规身躯有32%度烧烫伤，大多数是伫面、胸坎甲脚趾拼。2个人拢送去彰化基督教病院治疗。1楼后方的厨房，有疑似爆炸的痕迹，那没有明显的火焰，他们有初步灭火。 那现场伤者有2个，脸部啊、四肢啊、跟躯干、前胸、后背都有2度的烫伤、烧伤，大概是30% 的面积。那目前他呼吸道是通畅的，呼吸道并没有呛伤的情况，所以生命真相稳定。早顿店的头家空喙处理好势，已经出院，回去收尾。不过，因老母还需要继续留伫咧病院的烧烫伤中心治疗，目前意识清楚。那消防局的火调人员嘛已经到早顿店，爆炸原因还在调查。记者彰化报道。